最近有真侪国家拢出现枪杀，台湾也有网友讲呢，台北放假一间旅社这房间的枕头也出现着枪杀，所以甲这相片铺上网络，爱大家特别注意。台北市关团局表示，昨有派人去到这个旅社稽查，现场是无看到虫，不过也继续追踪这卫生状况。就以这间位伫台北市艋舺龙山寺附近的旅店，和平将投诉旅馆的枕头竟然敢若有木砂扫出来，向柜台人员反映，只有口头下失礼，无任何处理，可以真生气，甲家庭发文到社群媒体，提醒民众爱小心注意。我们昨天稽查的时候，其实现场没有看到臭虫，那也没有虫卵的踪迹。我们局也会持续的将臭虫防范的资讯向旅馆进行宣导。台北市关团局讲，虽然现场稽查无发现到木砂，也过继续追踪业者卫生消毒状况。因为最近真侪国家无发木砂的轨迹，昆塘专家讲，木砂又叫做床虱，专门伫暗时来扫人的血，一般会使存活一年。开密伫个温暖真实的环境，像床帮、床珠这芳的所在，人若是互伊盯到家着，会感觉真像也是过敏，是属有资料性的害虫。去旅馆住的时候，大概也要先掀开床单看一看，枕头套打开来看一看，有没有活虫在活动，或有没有血迹干掉的血迹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就要要求换房间了，或换旅馆去住了。专家建议民众对木砂摊开的所在转来了后，应该赶紧把所有衫裤迄日去洗衫机洗，再去放入60度以上的烘衫机来烘，就是消灭这木砂甲虫仔卵，并且定期检查床单、枕头，还有床珠这芳的所在，就是减少木砂的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